筲箕灣崇真學校關校長、張校監、各位校董、容校長、各位家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今日係我哋一個好特別嘅日子，我哋就快畢業啦。回想喺3年嘅幼稚園生活，同同學、同老師相處嘅每一日，都成為我哋生命中美好嘅回憶。咁你喺幼稚園裏邊有啲乜嘢難忘嘅回憶啊？我鍾意喺學校同老師同同學一齊玩遊戲，一齊唱歌。最開心係大家可以完成合作嘅作品，真係好滿足㗎！我都覺得係啊。仲有啊，最緊要係多謝爸爸媽媽俾我哋嚟聖道明中英文幼稚園讀書，讓我做個有自信心同埋喜歡學習嘅小朋友。最後，我哋代表畢業班嘅同學，祝大家幸福愉快，多謝各位，耶！